有家長會問我點解我 BB 咧冇其他 BB 坐得咁好、咁直，同埋咧坐得咁耐㗎？咁係因為咧 BB 嘅大肌肉未夠結實啦。BB 嘅大肌肉顧名思義就係咧大嚿嘅肌肉喎，有我哋嘅核心肌肉啦、胸啦、腹啦、手臂啦、腳啦。大肌肉咧發展咧係 BB 成長最顯著嘅核心能力，亦係咧小手肌發展嘅根基。如果大肌肉咧未夠結實咧 ，BB 咧會好容易覺得攰啦、冇力啦、難於穩定每一個動作嘅。除此之外咧，亦會咧影響到小肌肉嘅發展嘅，例如咧搭積木啦、寫字啦，都會咧協調得唔夠好，咁咧會影響咧 BB 咧嘅手眼協調啦、手指仔嘅靈活性啦、難以做精細嘅動作，甚至學習啦、認知啦、專注咧都會有影響㗎。所以咧，家長可以透過日常嘅遊戲同埋活動咧，去訓練小朋友嘅大小肌肉啦，可以咧讓小朋友咧喺識爬行之後咧，自由地探索環境啦，同埋咧更多新事物互動，得到嶄新嘅感官刺激，從而推動咗佢嘅認知發展嘅。